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信诗第23首，切鸟的主，海洋的主。会众请起立。
请大家徛伫，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三甲祈祷。煞者以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坐。即卖用启义门教导，启义门第24篇，伫个信息后面1041页，就是诗篇第100篇。全体啊，要对上主欢呼，读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要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要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，伊的主爱永远主在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阿爸爸上帝，时间已经来到6月份的第1个主日。虽然天气有时烧热，有时雨水，正兄弟姊妹遥远精神饱满来教会组织，甲伫个网络等候直播，虔诚来敬拜你，恳求圣神降临。带领阮搁一遍甲你结连，阮知阮有得失你，你赐予人类万面甲智慧，但是阮无做好管家的责任，求你留下继续接纳阮。外面的世局混乱，战火连连，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还未结束，搁有美国甲伊朗的冲突。引起中东产油国的石油出口阻碍，致使能源危机。阮真感谢主，伫这全球性的困境中，特别眷顾台湾这块宝岛，经济无共翻身，伫个富国神山台积电甲相关晶片产业的带领之下，台湾股市指数冲破4万点，搁一再创新高。但是，阮烦恼，这袂当解决国内对自己认同的矛盾。不只是伫个震动，前一站，人工智慧教父黄仁勋先生返来台湾，拄着囡仔听无台语，家长着急提醒黄先生讲，因囝会晓讲英语。另外，校园的霸凌事件，就是因文理言语，也是鼓动，互人无爽快，愈来愈多，甚至有学校每年都要开100多万以上的调查费用。虽然这只是新闻，却也警醒咱台语甲善良文化流失的危机，咱都需要检讨。圣经教示阮。教育囡仔，就用合宜的法，就医到老也无歪错。主啊，阮知
大人教什么，囡仔就学什么，社会重视什么，只要大家斗阵来出力。台湾的善良甲古言伫教会内面拢有，搁较有上帝赏赐的平安甲喜乐。阮即马上需要做的就是四块传福音，互世人来加入教会的大家庭，亲近主。透过基督，你的神会伫咧阮的身边陪伴阮、保护阮。求你坚定阮的信心，每日遵守你的教示，一心信靠主。最近天气常常变烧热，求你保守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以及所属其教会的活动。恳求你继续带领台湾向前发展，成做上帝国的见证。以上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门。这是邀请圣歌队献诗，今仔要献的诗是《万米光明及美丽》及美丽。
感谢圣歌队的学老，共读圣经。上帝话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0到第5节，就是咧汉语本圣经旧约第870页。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，讲我用永远的听你，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看你。以色列的在色路啊！我要搁建立你，你就得到建立。你要搁用玲珑果做砖塔，甲快乐的人做阵跳舞出去。你要搁栽种葡萄园，伫撒玛利亚遐个山，栽种的要栽种伊来享受伊的果子。讲道，请杜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快乐的跟屁虫。祝福礼拜。本来我很准讲升级是国校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。结果有人甲我讲 ，no， 牧师你误会啊，是迄个幼儿植物学升儿童植物学车界，植物学升少气搁一遍，所以全部一生一世人。只有2遍的机会尔，所以搁较因为安尼，咱遮的父母甲细囝应该搁较珍惜这2遍的机会才对。讲到教育，我相信咱做父母的拢足重视教育。但是教育不只是在物顶面的教育，在艺顶面的教育，对咱来讲，还有足重要，就是信仰的传承甲信仰的教育。信仰的教育。不只是影响到囡仔个人的品格、性命养成，我嘛相信这款的品格、性命养成会帮助到以后因出社会了后，伫工作顶面、伫组织家庭的顶面、伫最无共款的顶面会帮助。若是无，咱来看最近这几礼拜常常出现的一个新闻。这个新闻我毋知你有看到啥无？但是根据三立电视台。伊咧讲的是食毒赛车的事件，咱通看到这个数字，2024年前年是2600多件，去年一只跳到8600多件，将近9000件。今年咧，1月份甲4月份将近得要5000件，但是这款增加的速度。这款的增加速度，若是无改变，真有可能今年一只冲破15000件。我毋知影咱会看到这个数字，你有啥物感想无？顶礼拜咱读的圣经甲咱讲，咱若遵守上帝话语，咱行伫上帝的道路顶，对咱来讲，咱的人生就是要行成功、行幸通、行性命丰盛的方向。但是，咱若离开上帝的话咧，咱若无遵照上帝道路来行咧，所以咱看这个事件，还佫无包括5月份哦。5月份咱有印象就知影，5月份有过来的事件，即款的食毒弄死人，食毒弄死人，每一个过身的人，伊无代表一个人，迄代表后壁拢有一个破碎的家庭啊。所以食毒是安那？伫最近这2-3年，安尼亲像咧坐火箭同款，增加遮尔快速。当然，这背后原因不只是一种尔，有可能伊家己面对不管什么款的压力，有什么款的问题，所以伊感觉食毒会当快乐嘛？食毒会当将遐压力、将遐无爽快的代志放袂记嘛？但是，这款的食毒牵涉到除了家庭的教育、学校的教育，包括家庭的关系，包括社会治安、司法等等，愈加会愈大条。所以，一个代志、一个数字当咱咧看的时阵，咱得爱小心去看这个数字背后，咱的社会到底咧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所以，咱若倒转来圣经来看，圣经的宝贵，就是在伫伊常常甲咱讲，咱有一寡代志，咱要小心，咱要注意。
这就亲像真侪交通的规则咧，甲咱讲的，毋是要限制咱，伊是要保护咱的安全共款。咱咧做父母的咧，甲咱囝儿孙咧讲，这毋通安那，迄爱小心啥？毋是咱老豆，毋是咱搞操烦，是为着咱的囝儿孙好啊。所以共款，伫圣经的话语内面有真侪是有关咱心灵的健康的。就亲像有一句话，咱绝对作识的，应该大家人拢会晓背吧。欢喜的心就是好药，忧伤的心呢？忧伤的心情安那？互骨孤单。但是这句话，咱每一遍念甲遮顺的时阵，这句话对咱到底有什么意义无？这句话到底有提醒咱什么无？咱通来看，忧伤的心情互骨孤单。这个骨里原本的希伯来文也有力量的意思，也就是讲，咱的忧闷、咱的忧心、忧伤，毋是单伤咱的心尔，这互咱的力量消无去。这个力量消无，甚至会互咱的精神、咱的毋慢嘛对咧消无去啊。若是安尼，表示上帝足清楚咱人伫世间上会拄着真侪无共款的代志。这些代志拢会消磨咱的力量，消磨咱的心智，消磨咱的毋茫啊！若是安尼，就是爱安怎？爱安那？爱有欢喜的心嘛。但是这款欢喜的心是带着喜乐，喜乐甲快乐有啥物无共？问恁啊，甲紧想啊，欢喜这款的喜乐甲快乐有啥物无共？有啥物无共？啊？快乐有当时咱听着笑话，咱心会快乐；有当时咱过生日，有人送咱礼物，带咱去食饭，咱会快乐。甚至像大讲的，食毒嘛会快乐，跋筊嘛会互咱快乐，食薰啉酒同款会互人快乐。但是这款的快乐无法度解决问题，这款的快乐一了就无去。喜乐就无共啊！顶礼拜咱讲到使徒保罗写着足侪鼓励咱的话，伊讲到伊的心满足，迄阵伊人伫倒？伫监狱，为着传福音，为着上帝的义，互困着关伫监狱，伊的心同款欢喜快乐啊！因为伊经验过上帝甲伊的同在，伊经验过主耶稣所予伊的力量。所以，伊知影这款的欢喜，这款的喜乐，这款的好药良药，讲的是美好，讲的是喜悦的心，讲的是咱会当得到福气，咱会当满足啊，咱会当满足啊。所以，这款的欢喜是不管什么款的环境，不管什么款咱所拄到的代志。当然，这无简单，这无简单。所以，上帝嘛，互咱有才能才艺啊。咱有啥物才能才艺？咱会当去学音乐。咱会当去唱歌，咱会当去看册，咱会当去行棋。咱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，会当互咱去透放咱的压力。咱会当有真侪无共款的方式，不只是多闪遐压力尔，佫会互咱的性命、咱的生活哪来哪有意义啊？就亲像讲，咱会当常常来教会组织做礼拜，参加团契活动，参加查经班。祈祷会，咱教会佫有真侪无共款社区班共款，咱拢会当来参加。甚至讲，咱若暑假有闲，你也愿意，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咱的地宣队要出去。咱还佫有其他的事工，比如讲南门国中的社团等等需要咱帮忙。甚至像昨昏共款，中会有中职的教育训练，这款的教育训练不只是针对中职，咱若每一个会有愿意，咱拢会当去参加。所以，上帝互咱有侪无共款的方式，会当拍开咱的心；有侪方式，会当互咱看起这个世界原本有遮尔多的美好，甚至咱会当看起这片土地顶面有一群足良善的人，努力打拼咧过因的生活。所以，咱何必一定要透过食薰啉酒？何必一定要透过跋筊食毒品，要互咱来透放这压力，得到快乐啊？
所以咱也知影讲，上帝遮尔疼咱，遮尔关心咱，甚至有一句话安尼讲：来，咱做伙来读，我用永远的疼你，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牵你。上帝对咱讲的，伊要用伊的疼咱，要用伊的慈爱来牵咱、引带咱。若是安尼，咱是毋是咱得爱紧紧来跟对咱的主啊？所以我毋知，就是讲咱过去敢有迄款的经验，比如讲伫咱的家庭、咱的家族内面，甚至咱看到咱的厝边，也是咱来到教会的时阵，咱少年的时阵，是毋是有一寡大哥哥、大姐姐即款的家族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厝边的，也是教会内面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咱做爱对邻的边仔的无？过去我伫我的母会，我的母会是台南丹门巴克的教会，伫阮迄个年代有一个足好的传统。当阮少年团契有特别的活动的时阵，青年团契大哥哥、大姐姐拢会来参与。拍球也好会来，出去外口探亲因会来，甚至阮要查经、读经的时阵，因嘛拢会来。所以有一阵大哥哥、大姐姐咧陪伴阮的时阵，阮足欢喜的。欢喜安那？毋是安尼咧欢喜尔哦。好，拍球也拍了，出去探亲倒转来。这大哥哥大姐姐就会带阮去红茶店啉泡沫红茶，带阮去串冰店食串冰。所以迄个传统，等到阮真做青年团契了，阮真做社青了，共款，阮对这大学生、这高中的弟弟妹妹，阮嘛是共款安尼，带因出去啉红茶，带因出去食冰，一代一代传承，一代一代的这款的关心嘛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若过去真正伫咱的家族、伫咱厝边、伫咱教会中间，真正有迄款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应该咱就有迄款的经验，对邻的边仔是足快乐的一项事。甚至迄款的快乐，佮有一种的感觉，就是讲，你看，有遮的大人、遮的大哥哥、大姐姐，互咱通倚靠啊！即款的倚靠，代表是一种的安全感。我的弟弟伫美国纽约咧食头路。前几年，伊的囡仔阁细汉，当迄个3岁哥哥渐渐看到讲，伊的弟弟，迄个细汉弟弟开始会晓行路啊，伊就发现一项事：当伊行到倒，这个弟弟就会对到倒。伊咧做啥物代志，弟弟就会对咧做啥物代志。本来哥哥感觉讲，好，你哪会遮烦啊？你哪会遮烦啊？我做啥就要来插一骹。但是后来，这个哥哥发现到一项足趣味的事。因为这个弟弟不止会晓学行路尔，佫开始学会晓走啊。所以这个哥哥用走的走到倒，这个弟弟就用走的对到倒。伊发现什么代志足趣味，你知无？当伊安尼直直走，弟弟就伫后壁直直追。当伊走到，咱知影讲美国的厝拢是柴做的，所以安尼走到壁遐的时阵吼，伊也忽然间顿息。这个弟弟还未学会晓一边走一边挖。嘛学袂晓咧走的时阵，安那紧急刹车，所以直接就弄去壁去啊。弄着壁弟弟，弄着会疼嘛，会疼就想要哭嘛。但想要哭的时阵，看到哥哥伫边仔笑甲遐欢喜，这个弟弟嘛开始对咧笑。所以这个哥哥做白目的，原来安尼才好耍哦。你弟弟还未学会晓转势转挖进前，伊就一直走啊互追，啊这个弟弟一直追就一直弄，迄个年纪就一直咧耍迄个游戏。所以我相信，咱若真正有即款的哥哥姐姐，咱有真正即款的教会大哥哥大姐姐，我相信咱对因的时阵，应该就亲像今仔日即款的题目讲快乐的跟屁虫的感觉吧。就亲像讲，最近咱教会忽然之间来4个囡仔加入咱的主日学，这4个囡仔中间上细汉的，真正佫伫咱的幼儿园咧读册。另外3个哥哥姐姐过去嘛是读咱的幼儿园的。有可能过去时机还未到，有可能过去佫毋是迄款的时阵。最近咱的助理学老师就来对因的爸爸妈妈甲囡仔提出邀请，感谢主，有可能是时间到啊吧。因的爸母就带着这4个囡仔加入咱的助理学，哥哥姐姐来，弟弟妹妹就要对，一个对一个，安尼有好无？赞啊！所以同款啊，咱若团契的生活，咱若是社区班会当一个对一个，甚至咱教会做礼拜，咱会当一个带一个，安尼毋是足好的嘛？所以当即句话，咱的天父上帝安尼甲你讲，伊要用永远的疼来疼咱，伊要用伊慈爱来引带牵咱的时阵，
咱当然就要快跑跟随啊。但是讲到快跑跟随，你要哪对？你要哪对？你要哪对？莫讲牧师，你又搁咧老生常谈啊！因为咱除非咱有法度明白咱的主上帝，明白咱的主耶稣，咱得明白咱的主上帝，咱的主耶稣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知影要安怎对啊！这既然是老生常谈的事，当然这就表明讲这项事非常非常重要。各会记无？顶礼拜咱就读着段圣经，勉励着三思上帝的话。这个思想思考什么意思？会记无？顶礼拜甲咱讲到思想思考，伫原本的希伯来文，除了想以外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啥？念出来。还有啥？讨论。还有啥物？大声甲讲出来。所以读圣经，毋是咱家己点点啊蹛厝里读就好。咱一年读一遍圣经，就是带咱做伙，大家做伙斗读，大家做伙经，会来参加生活查经班，参加成人植物学，就是咱不只是读，毋是互相经迄个进度尔尔，咱搁爱分享讨论出来，分享讨论出来，毋是安尼尔尔，毋是安尼尔尔，有机会话，圣经真正有足侪有智慧的话，咱嘛会当分享互别人听。所以，这个思想是包括咱要甲人讨论，咱要讲互听的意思。所以，想要跟对上帝、跟对主耶稣，咱得对明白主耶稣、对明白上帝开始啊。同款，咱只有想、只有讲、只有明白无效，抑阁无效，咱需要去做啊，抑阁需要去做啊。四福音书内面有记载着一个抽象的、一个税吏三改的故事，我想咱拢真熟。这个税吏三改是安怎互人会足讨厌？我想应该毋是税吏三改尔啦，任何一个做抽象的工作的，任何一个税吏的，拢互足讨厌。像以色列人足讨厌这个税吏。咱若听到咱有啥物亲戚朋友伫国税局食头路，咱应该会感觉真好的头路吧？若是国税局食头路是真好的头路，是安那？以色列人迄阵足讨厌这个抽税抽象的人，是安怎？原因真简单啊！罗马帝国管辖这个地区，因互抽税的人、这抽象的人有一个权利。罗马帝国需要甲你抽100块，抽税的人就是去负责甲100块交倒转来罗马帝国的政府。但是你会使为着你家己的好处。你会使家己去调理名目扣税，所以你也扣会到200，扣会到300、400、500，迄超过100的部分拢算你的。所以抽税的人、抽象的人，因真好起来的原因就是安尼：当他们调理名目、多收税的时候，这些税金就属于他的了。所以以色列人足讨厌这为着罗马政府做代志才收抽税的人啊。但是我相信撒该家己嘛知影，伊互众人讨厌。所以，当主耶稣行入耶利哥城的时阵，伊掠着这个机会来接近主耶稣。主耶稣嘛一定知影伊的心是安尼咧想，所以主耶稣就甲讲：“你紧落来，我要去恁兜。”所以，当主耶稣行入因兜，主耶稣行入撒该的心了后，圣经记载撒该后来安怎做？圣经的记载后来撒该安怎做？伊做2件事。安怎做？啊？赔偿安怎赔？安怎赔？记啦，撒该伊有去共骗的，伊拢用4倍的经验来行人。4倍的经验，其实这就是旧约所咧讲的。你去共骗，你去共诈骗，你去。毋是讲你互掠着，你共偷物件用掠着，你共诈骗掠着，毋是讲好啦，我甲你偷100，我还你100。旧约圣经讲的是你爱加倍、加4倍来行人。过来咧，伊佫做啥物代志？伊赔偿了后，伊佫将伊所存落来的钱财，甘心乐意撒去救这善良人。
咱敢知影这两个动作做落去了后，杀界会变做安那无？这两个动作做落去，杀界会变安那？倾家荡产呐！伊会倾家荡产呐！来，我问一下，你愿意军队耶稣军队杀界安尼做？请举手。这公良院长你袂使安尼，抓起来了对啊！是啊，足无简单，足无简单。凡事咱也搁伫遐咧烦恼，咱搁伫遐烦恼，咱退休了后，到底爱款偌济钱，才法度过迄个退休的生活？圣经只有记载到这就结束啊！圣经无记载讲安尼杀界老啊要安怎办？圣经无安尼记载。但是我相信，伫初代教会内面，凡事公用，凡金钱公用，杀界伊年老生活应该是无问题吧？但是不管安那，杀界伊性命的改变，伊毋是戆人，有在条替政府做代志的，绝对毋是戆人。但是一定是经历过上帝同在，经历过主耶稣这款甲伊同在喜乐甘甜了后，伊愿意敬畏上帝，行出听人的生活。所以伊安尼做了后，上帝予伊的名永永远远留伫圣经内面，来成做咱正人的模样啊！所以咧讲，用永远的听来听咱，上帝嘛用永远的听杀界啊！过去我咧庄脚牧会的时阵，有一遍伫庄头拄着一个80几岁的是大人，这个80几岁是大人摕着一个叉刀，开山刀叉刀。我甲问讲，啊，你要去倒？你要创啊？因为伊的土地顶面有一部分有种竹啊，所以讲伊要去插竹啊，转来。我讲好，你80几岁要搁出去插竹啊？啊，你一个要安怎客倒来？伊讲无问题啊，从少年做甲真啊，无问题啊。所以我甲俄罗讲吼，好，你也安尼吼，会当食饱岁。伊听到食饱岁，伊就听甲足欢喜的。啊，伊讲吼，好，要80几岁要食甲饱岁，佫足久的呢。但是伊一边讲嘛，一边笑甲足欢喜的。但是那位兄弟，这个兄弟迄阵的身体状况是癌细胞已经对细胞转移到肝部去啊。迄阵伊咧做化疗，一个做化疗的是大人，伊用操练家己的身体，逐工安尼过。伊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讲：啊，都逐工我靠上帝，咱就无烦无恼啊！啊，都逐工我靠上帝，就无烦无恼啊！真正我都安尼吗？来，咱搁倒一调查一下，你无烦无恼的，请举手。人一生哪有可能无烦无恼啦？就亲像即个长辈迄阵捌甲我分享过一项事，今仔去拍化疗吼，病医足无用的，所以甲我拍化疗，所以我甲护理师吼，甲护理小姐讲吼，你甲我拍较紧的，你甲我煮较紧的。你捌听过有人去拍化疗，甲护理师讲你甲我煮较紧的无？应该无吧？做化疗是足辛苦、足艰苦的事呢。若是安尼，伊咧赶啥？80几岁阿伯阿公啊，是咧赶啥？伊有啥物代志通去赶？护理师就甲问讲：啊，你是咧赶啥啦？伊讲吼，我等下吼要去载阮孙仔下课啦。载孙仔，逐工载孙仔上下课是伊足快乐的事啦。逐工我靠上帝就无烦无恼啊！伊咧化疗的时阵，毋是咧烦恼讲化疗足艰苦的，伊咧烦恼是等下袂赴通去载孙仔下课。所以其实咱的信仰要成做咱的帮赞，是因为咱的信仰要成做咱的力量，要成做咱的倚靠啊！所以基督信仰有一个足简单的秘诀，就是学会当上帝的跟屁虫啊！学会当上帝的跟屁虫，所以当咱咧讲的时阵，是安怎就爱去学会晓读圣经，学会晓咱做伙来分享，学会晓将圣经的话讲互听，就是因为咱要认捌上帝啊！若无，咱要安怎欢喜来跟对主？就亲像经文有一节话安尼甲咱讲：
咱心内假是糊涂的人，就毋知影上帝的行为，毋知影上帝的法度。这个迷糊，你原本的意思，佫有迷路。所以，当咱无法度了解上帝的话语，当咱无法度了解上帝作为的时阵，当咱无遵照上帝的道路去行的时阵，咱的人生容易迷路啊！咱的人生会迷路去啊！所以有当时啊，有人会感觉讲，要感受到圣神的同在，要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足困难的啊，足困难、足缥缈的啊，抓无啊！但是这段话来跟咱讲，想要经历神的同在，关键在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啊？在于我们愿意跟随并积极的去顺服神的话语，用我们属神的生活去回应啊！撒该用的行动去回应主耶稣的时阵，伊就经历上帝的同在。做咱信仰的前辈，因用迄个行动去经历的时阵，因就法度知影什么叫做上帝的同在。所以，一个欢喜跟对上帝行的人，咱就能了解，因为上帝知影人生旷野的出口是伫倒位，上帝知影倒位有水泉，倒位有青草地啊。所以，当一个快乐的跟屁虫，这不是幼稚，这也是一种的信客、挖客。所以，愿咱会当天父上帝安尼讲，愿你的听吸引咱，愿伊的主爱引带咱，咱嘛愿意快跑跟随啊！三个祈祷。爸爸，我的上帝，你是赏赐平安的神。愿你照着你所应允的主爱来听阮，帮助阮欢喜来跟对你，领受你所赏赐丰盛的活命。搁再一遍献上阮的感谢，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第574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主。会场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陈其正、陈怡如继续施献。请起立，唱奉献的歌。请坐。报告教会消息，今仔日是本会升级祝福主日礼拜，伫个第二场礼拜中举行。幼稚及新儿童主日学谢家恩、林守成、国小新少客、陈云彤、陈恩宇，会中要邀请因做自我介绍，也祝福因学习顺利、身体健康、主的稳定满月。礼拜了，请老婆互相请安、交谊，甲到地下室斗阵响应爱餐。这礼拜是伴照团契服侍。第二点，健康咨询关怀站，今仔日服务的医师是蔡顺典长老、耳鼻喉科林兆峰医师心脏内科，时间是9点半到10点20，地点是咧富堂会议室。第三点，本会南门幼儿园伫个即个拜六，就是6月13，上午10点到11点半，伫个地下室举办美味记忆亲子料理，亲身制作，有咸派3个，甲焗烤马铃薯1个。参加的对象是入学前到国小3年级的学童，费用是300块。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带小朋友到阵来报名参加。另外，请家己准备保鲜盒，有问题请打电话23910571。团契消息。夫妇团契今仔日礼拜了，爱餐了，伫个12点半，咧5楼举办6月份的专题演讲，邀请赖世珍医师演讲牙医漫谈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第2点，儿童主日学甲基础团契，踮咧今仔日中昼12点到2点，咧4楼大教室举办联合聚会，邀请主日学老师、家长、甲基础团契客友到阵来同乐交谊。再来是第3点，总会妇女曙光部举办2026年全国妇女领袖营，
时间是7月23到25。有兴趣参加的姊妹，请家己参阅1楼的公布栏，各地妇女团契会长徐玉兰执事报名到7月初6，也是届满为止。具体消息，本会5匹魂子伫5月29透早蒙主文调享受85岁，敢若家族成员。伫6月13拜六上午，伫台北市立淮爱馆举行告别礼拜。本会大牧师的主礼，愿主的平安甲家属同在，各因主爱保守安慰为主。告解消息：第一点，台湾新学院研究学院伫即礼拜2，就是6月初9举行黄英信牧师进庭退休感恩礼拜，大多数请大家家己看。再来，市政即次敢若要介绍，咱呢就是新结的吼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先请迄个小朋友来，你们先站在上面。先让阿公阿妈看一下你们有多可爱。应该准备一下。大朋友也要上来，你们先上来，我先介绍，然后你们再下去。阮先请对大汉的开始吼，从课务处迄边吼，正手边这是陈，大家应该看过几啊届吼，那种上台表演，这是陈云彤。阿公是陈纯健兄，阿嬷是林纯纯姊，大家应该拢足熟悉。爸爸是陈大伟，妈妈是林子璇，咧迄边。边仔这位陈恩宇，陈恩宇，一个我念较无清楚的，一个是陈，一个是陈，这陈恩宇甲我的陈是共款。爸爸是陈立恩，妈妈是周丽安，因有4个囡仔。恩宇是上大汉，因两个要升少气等者会做自我介绍。头前呢，这查甫是林守成，守成呢，爸爸叫林敬月，妈妈是陈嘉恩，安尼迄边。阿公陈胜玉兄，阿嬷是徐秀凤姐，阿祖陈吕敏娇，阿祖嘛咧应该咧后壁。这拢熟悉的兄弟姊妹。边仔这位谢家恩，爸爸是谢明宪，我就是可以举手。妈妈是李雪莉，雪莉咧国外这甲圣诞节拢有唱圣歌队，大家应该有人有熟悉。等者阮先请两个要生儿子的来背主导文。我的纪念碑，我念表示那个去的这里的天，这是天口岸，是为了那个河湾，有是为了哪里的去？你会会练配个人跟那是生物，但我是宝贝。
主爱我，我知道，你要说句告诉我的是孩子如要好生主讲的我也是主也是爱我，主也是爱我，也是只爱我。当年我在比远一在给谁给最后那岁月也说我给不太少，也是爱我的也是天我，也是我这个是生命，所以我被别掉迷失，迷失爱的未来有未来的我必错，只是要去受生命，要去受生命，不掉迷失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云彤。我的阿公是陈纯健，阿嬷是林纯纯，爸爸是陈大为，妈妈是林子璇，阁有一个妹妹陈云倩。这是伫美国的阿哥甲姑丈。我爱唱歌，会甲阿嬷甲阿哥做伙练唱，阁会家己编歌哦。没有声音。主，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；小爸爸，我爱你；爸爸，我爱你；小主耶稣，我爱你。毋但爱唱歌，我阁爱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班陈云彤，谢谢雅婷老师和星星老师一年来亲切耐心的教导。我嘛爱骑脚踏车、溜直排轮、甲拍乒乓。我阁有学钢琴。
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教会亲像是我第二个厝，看我都安尼，就知影足自在。教会的活动真济，这是我第一摆上台表演，完全袂惊，阁会甲阿公拍招呼。这是幼稚园新国小的升级式。阁有教会的乒乓比赛。我阁有伫主里学竖琴，我要感谢所有教我的老师，因予我学到真侪圣经内底的故事。最后，我有参加永光教会的夏令营，阁有去淡水传福音，予我甲福音传予我的同学陈恩宇。阮做伙参加夏令营。后来，伊甲全家拢带来教会，真感谢主。即马要升国中到少年团课，希望未来我会甲陈恩宇做伙伫教会服侍甲学习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恩宇。父亲是我神的恩典如般临到我的身躯边，是我的家庭。我的爸爸陈立恩，妈妈周丽安，妹妹陈恩妍，弟弟陈恩光，还有一个小弟陈恩纯。因为我的同学陈仁彤邀请我来参加2023年的夏令营，而来到这个教会。我的喜好是跳舞、跑步，甲做点心。我最喜欢的诗歌是小杨诗歌的宝座。期待未来每一天都能遵循主为，并与主同行。谢谢大家。我们请牧师来颁发证书，甲迄个礼物。啊，小朋友要拿礼物了。既然咱是升级的祝福礼拜，所以咱用祈祷来甲因四个祝福一下，互咱做伙来祈祷。
天边阮的上帝，真正感谢你将这4位这样古锥的囡仔相处伫阮的中间，因为你的话语讲，囡仔就是阮的产业，囡仔就是阮的福气，所以阮伫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，阮也恳求你，特别是当因要去甲国校、国中无共款的环境的时阵，你来遮做因的保守、帮助甲力量，互因伫未来学习的顶面，因出入的平安，拢有满满你的稳定，甲因三个地地。安尼感谢基督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看到咱的小朋友哦，遮尔古锥，多才多艺哦，搁遮尔赞的准备吼，人生充满希望哦。好，咱都是报告到遮吼，啊，顶礼拜奉献伫咧周报后面，请大家家己看吼。啊，今仔咱有一位新朋友吼，我转小芬、曾小芬姊妹伫咧3楼哦，请起去互大家看一下吼，咱来拍鼓一下。是第一遍来咱教会啦吼，欢迎吼后摆继续来吼，常常来参加咱的活动吼。好，安尼咱即摆来行平安礼吼。继续今日斗阵吟信诗391首《乌老天顶主宰》，结束了后，请读牧师祝祷。阿爸爸，阮的上帝，愿阮会当领受对你来超级的恩典。
领受你所赏赐祝福满满的日子。愿你丰丰富富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，圣神的保守甲引带，拢交阮以及阮的亲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伫甲永世大保真。阿免。请坐，密祷散会。